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以你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也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的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谢谢你，今日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在今日的崇拜当中聆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请大家翻开《心灵粮诗选》169首，普世翻腾。请大家站立。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生命不知
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48篇，在旧约的671页。诗篇148篇，旧约的671页。由我来起，弟兄姐妹们来应。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攻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所有在地上的火和冰雹，雪和雾气，大山和小山，野兽和一切的牲畜，世上的君王和万民，少年人和处女，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攻打，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来为这个世界做祷告，为东南亚国家缅甸来祷告。愿基督教的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让缅甸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华恩堂李信正牧师来祷告，为他们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的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近来国际间冲突不断的国家，以及现今在战火中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也求主特别赐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的开启亲人们尚未认识耶稣的心，让家人有机会能够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撒母耳记上2章18至20节，还有26节，还有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我们请品纯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平安。第一经课为
撒母耳记上第2章18至20节以及26节，教会圣经269页，第18节起。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的222页，哥罗西书第3章12至17节，12节起。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以上是上帝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民数记第13章21节到33节，还有第14章的第2节，在旧约142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行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衲族人亚希曼、示筛、达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了7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2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巴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的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饥民的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都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诗班献诗，所有美善力量，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由王玉龙宣教士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证道的主题为看见得胜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开始前先来跟神做一个祷告。现在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愿你透过今天的话语，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来对我们说话。从悲伤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那得胜的应许，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践出来，更多的认识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平安，我来自大直卫理堂，我叫做玉荣。那今天第一次来到荣光堂，很高兴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看见得胜的应许。那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想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怎么会踏上宣教？我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从小在大直卫理堂长大，但是我到大学在团契在东海大学的时候，开始感受到神给我这样跨文化宣教的负担。即便当时对宣教完全不了解，那后来是到大学毕业，在不管是参加宣教的祷告会或是活动当中，慢慢的认识什么是宣教，宣教怎么进行等等。那2018年的时候，我们家的牧师王先志牧师，他介绍了一个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的2年的青年宣教计划给我。那当时这个计划是不能够选择你要去哪里服侍，但是你就是花2年的时间委身的去。那最后我被差派到的地点是日本的一个乡下。那当时对日本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以前刚刚说到大学毕业到参加这段时间，不管是参加了宣教祷告会、宣教的活动，认识到宣教，也听过日本福音的现况。我听到的都是信主比例很低，不到1%，然后教会很少，人数很少，很多都是负面的，或是说要花很长好几年的时间，一个日本人才有可能会相信。所以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期待，我去2年会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是看见什么样的改变。但是神他真的是打破我的既有的观念，在这2年当中，有大概10个人，不论是以前有去过教会，但是离开信仰，或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日本人，愿意回到神面前。那看到很多的日本，尤其在乡村地区，因为我服侍的地方是乡村，很单纯，那大部分人都很善良。以前大学我参加团契，那讲到有时候要有查经的聚会，基督徒们都会觉得可能很枯燥乏味，不太想来，年轻人嘛。那甚至当我们邀请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说，死都不要来。那所以当我们在日本要推动查经聚会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们只是在我们服事的组织单位跟大家说，礼拜3晚上有这样子查经的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但是真的是很奇妙的是，这些人认识我们，那很多日本年轻人他们有时间，他们就真的来了。那我一开始想说，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查经，你可能因为你没有听过福音嘛。那你可能来了1次之后就不会想要再来。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们结束之后反而跟我说，他们觉得查经很有趣。我从来没有在台湾人或甚至年轻人当中听到有趣，就是和查经这2个词连在一起。那下一个礼拜，他们又带了更多的朋友来到当中。那在这样的查经的聚会里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听见福音，那也有人相信。真的是让我看见神的工作，并不是当我一直在注意到眼前的这些数据或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忘了神的工作，但是神让我看见他的工作在这2年当中，让我回到台湾也愿意继续走向长期宣教作为一生的这样子的服事。那前2年到纽西兰的宣教学院去装备，今年回到台湾，那并且是确认这一路以来看到日本的需要，并且是尤其是乡村的需要，那开始有负担跟神寻求之后，那在去年底决定就是以日本乡村这边去服事。那也是回到台湾，有2个月的时间回到台湾，去年底，那跟不同的差会接洽和讨论。差会就是教会和宣教士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桥梁，让宣教士知道以后要往哪里去服事，要怎么服事，也让支持的教会知道宣教士的状况。那在跟很多差会接洽之后，我最后决定加入的差会是内地会 ONF。那今年申请已经通过，现在是准宣教士，预备之后要到日本的乡村去服事。那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家在高雄荣光塔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并且是如何连结宣教，并且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那这段经文是12个探子的故事，可能大部分的人不陌生。那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12个探子，并且是整个以色列族第一次来到迦南美地，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地，经历到神的工作了。但是在去之前，他们每一个支派推派了一个代表，组成了这样子的小队，要去迦南美地窥探。但是当一开始神呼召摩西，最一开始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章8节，神就已经跟摩西说，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不只是要离开埃及地，不只是要脱离埃及人的统治，而是将来有一天要给他们那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当下很多不同民族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还有耶布斯人住的地方。但是这件事情不只是只有摩西知道，而是之后当以色列族离开埃及，在出埃及记13章5节，摩西也有把这件事情转述给以色列人听，所以不只是这个应许，不只是只有摩西知道，而是大家都知道。那如今他们来到迦南美地的门口，那他们要去窥探这样子的事实是不是就像神的应许一样，这么的好的这个地呢？那今天这段经文可以分成4个段落。一开始是他们这12个探子，他们去迦南美地考察40天，那再来是他们带回来的报告，有人是属神的报告，有些是属人的角度的报告，是属于哪一种？那最后他们不同的结论也会影响听众的反应。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12个探子他们一开始到了迦南美地，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那里有亚衲族人亚细曼、示筛和达麦。那据说大卫迎战歌利亚的这歌利亚，就是这些族的后代。那当他们看到这么高大的民族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开始看见眼前的困难，开始害怕。那当时他们在迦南美地也看见了，那地真的是非常的很好，就像是神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当时他们扛的这个葡萄要2个人扛，我们现在葡萄可能1只手就这样1只手的这样大小而已，但当时居然要2个人扛才扛得起来。当我们看见神真的如同他的应许不落空的时候，本来是应该来赞美神、欢呼、敬拜他，但是当时的这些探子们，他们看到这些困难，就是这些民族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他们看到眼前的困难，因为是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神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忽略了神的应许。那他们在当地待了40天，当初耶稣在受试探也是40天，但是全然不同的结局。那我们40天也可以想成是，如果我们去短期宣教，也是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会带来不同的看见，会带来很多生命不同的改变。那都是短短的几天，都有不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有不一样的这样子的改变。那当他们回到了以色列族，回到了摩西、亚伦前面的时候，他们怎么报告呢？他们回去跟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可以从小地方看见，他们似乎认为今天去迦南美地的这个任务是出于以色列族的任务，而不是神的呼召这样子的差派。因为他们说你所打发摩西，你打发我们去的，而不是以神为首这样子的感觉。那也不难带出他们后来有这样子对神缺乏信心的这样子的言论。即便他们说果然就像神的应许一样，果然这是流奶与蜜之地，果然这地这么的好，那这就是我们所带回来的果子。你看那个葡萄多大，这个无花果多大，有不同的果实。但是他们28节讲到，然而话锋一转，他们看见他们要讲他们眼前的最大的困难，也就是这些民族人高马大，诚意坚固宽大，然后在不同的地方遍地住满了不同的民族，有亚纳族人，有亚玛利人，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并且是迦南人。这么多的民族，他们觉得怎么打得完呢？怎么赢下这个地方呢？但是他们忘记了，神是要他们去，神要把这地给他们。他们不久前才离开了埃及地，本来在那边服役了400年，怎么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突然突破，突然脱离埃及人的手？那即便真的达成了，他们到了旷野，怎么存活得下来呢？神用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的方式带领他们，供应他们每天的需要，每天才给他们玛纳吃。他们应该前一天才在领玛纳，以色列族，但是看到眼前的困难出现的时候，瞬间就忘记了神的供应。神是大能的神，让他们一路以来都活下来。这些话不可能为可能的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忘记了。但是当我们不只是看到这段经文，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生命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会这样子想？虽然神的应许是这样，虽然圣经神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是这样子说，但是后面就加了我们眼前的这样的困难。但是我现在生病了，但是我现在公司可能状况没有很好，但是我考试可能没有考得好，这样子各种的困难都会导致我们忘记这一路以来神如何带领我们种种的这样子的过程。但是回到这段经文30到33节，可以看到10个探子虽然说的是不好的消息，但是当中却有2个探子，就是迦勒和约书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迦勒听到10个探子报了这样子的消息，他连忙的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攻打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会这样子讲，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他相信神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做到。但是当我们人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人性总是会说服我们自己做不到，说服我们自己没有赢面等等的方式。所以当迦勒有这样子的喊话的时候，信心的喊话的时候，这10个探子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帮忙，反而在帮倒忙。他们想要拉拢以色列人民，相信他们说我们说的才是对的，我们不可能赢，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不能，其实就是对神的应许，并且是命令的藐视以及忽视，因为神要他们去，神说这地是要给他们的，你如果不去，你怎么拿到这个地呢？那他们报的是恶信，而不是迦勒和约书亚所说的好的消息。那他们当我们遇见眼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服自己做不到。这边的探子也是，他们用夸饰法，用
类似谎话的方式去夸大他们所看见的。原本的事实是只有28、29节，那地的居民强壮，并且城到处都有城，那也住了不同民族在遍地。但是他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他们夸饰，他们谎言加下去之后的恶性，变成说那地是吞吃居民的地。那本来这不是事实。那33节他们也说，那个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很多的其他版本叫做巨人。那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就像蚱蜢一样，这些夸饰法，他们缺乏信心，他们自己带出的言论也是缺乏信心的，导致听到的以色列人也开始对神缺乏信心，忘记了神过去怎么带领他们突破一切的难关。那，这10个探子的恐慌也对比出迦勒和约书亚这2个探子他们对神的信心认识以及盼望。当我们把自己和对方相比的时候，总是会看见令人失望的一面，对吗？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以自己和对方相比，而是以神跟对方相比的话，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个盼望在那边。在世界上的宣教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会看见有多少的民族完全没有听过福音，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寻求不管是拜各种的神明，但是依然没有找到这一位神。或是刚刚说到日本的宣教多么的困难，很多人这样子说，那信徒比例多低等等。那大家如果去日本旅游，都可能会看见多少神社，多少的庙，大大小小的庙宇。那你心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叹？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神。但是当我们一直看到眼前的现实实际面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到底要做多少，到底要怎么办，才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以自己角度去看，而是以神的角度去看的话，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相信神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不落空的。当这12个探子他们去了相同的地点，花了相同的时间，看到了相同的东西，不管是食物、人、民族、城，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的不一样，却带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那我们可以看到迦勒和约书亚他们对神的信心是深植人心的，就像是大卫当时在迎战歌利亚一样，他不是以他自己的能力去战斗，而是以他对神的相信去面对这眼前的歌利亚巨人，并且是整个非利士人。那在14章1到2节，我们可以看见会众听见了不同的消息，也带出了不一样的反应。当这12个探子代表了以色列族的时候，以色列民听见的消息也会有这样子发怨言、负面的这样子的角度，负面的去向摩西、亚伦抱怨。这个恶性使他们忘记神如何带领他们，当初才出了埃及，才过了旷野，才如今来到这个迦南美地的门口。他们忘记了神是信实并且是全知全能的神。那我们被神造了嘴巴，应该是要来赞美他、敬拜他的。但是以色列人在这边，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点死在埃及地，巴不得我们就直接死在旷野了，为什么要到迦南美地被杀呢？那他们对摩西、亚伦的抱怨，其实是对神的抱怨，因为他们忘了神的恩典，他们忘记神的供应和信实，忘记神不久前才带领他们出埃及，就像是他们一离开埃及，就在旷野当中抱怨神没有给他们肉吃，没有给他们水喝一样，各种的抱怨，因为我们对神缺乏了信心。我们在难处的时候，甚至自己也会对神说：主啊，为什么你让我今天遇到这个局面？为什么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甚至会对神抱怨说：主啊，你到底在哪里？的这样子的难处。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族，也可以常常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在顺境，当神没有给我们顺境的时候，让我们在逆境的时候，也是会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常常的忘记了这一位神，因为我们眼前的困难是多么的
又大又难。当神没有让以色列人顺顺利利成就他们想要做的事，简单的拿下迦南美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抱怨。但是我们也是，当神没有给我们顺顺利利的成就我们想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了神的存在，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打赢眼前的这个困难。但是耶稣他的一生，他成为我们榜样。即便他的一生也是遇到了极大极大的困难和苦难，但是他却没有抱怨。觉得耶稣他的一生真是成为我们榜样，让我们如何在困难当中，即便挂在十字架上，依然是没有向神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今天让我到这个地步，而是让神来成就他的美意在自己身上。那今天当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跟神抱怨说，他们巴不得死在埃及地，也不愿走进神的迦南美地。那在人生当中很多的困难，我们都是会看到这样子的角度。我今年8月底9月初有到日本的东北地区短宣2个礼拜，对我来说是因为这看之后我加入内地会，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服事状况，想象之后自己在当中服事会是什么样子。那2个礼拜的时间短宣，就像是以色列人他们12个探子到迦南美地这样子的探勘一样。那先科普一下日本的信主现况，刚刚讲到了信主比例对比台湾可能5%左右，日本是不到1%的现况。那乡村更加的严重，人口流失、高龄化社会也都是集中在都市，各种资源都是集中在都市。那乡村教会少，那会众的人数也少，平均大概10个人一间教会。那年纪大概是60-70岁以上，所以代表说牧者或是教会工作者，即便到了退休年纪，也没办法退休，因为没有后继的接班人的这样子的状况是非常的常见的。一个牧师可能要去兼顾很多间教会，那或是一间教会因为人数太少了，奉献不够，没办法聘请本地的牧师或是传道，这样子的状况都是非常的常见。那不管是都市，不管是乡村，平均1年一间教会受洗的人数是不到1人，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在日本的信主的现况。那我们在短宣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什么呢？第1个礼拜，我们到了一间教会，它在日本的秋田县。那途中这个牧师他用这个地图来跟我们说明当地的需要。这个图片是日本东北地区北半部的照片，就是青森县、秋田县和岩手县。图中黄色还有绿色的区域是没有任何一间教会的地方，不只是教会少，而是一间教会都没有。那我之前在日本2年所待的地方也是乡下，但是没有缺乏到这么严重。但是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也能够想象黄色、绿色区域大概是1半左右的篇幅。你能够想象高雄大概1半的地方没有任何一间教会吗？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想说主啊，我已经愿意去了，但是这个现况到底要花多久？到底要多少人才能够补足这样子的需要呢？那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但是这样子想的时候，第2个礼拜我们又看见因为我们参访很多不同的教会，另外一间教会也是在乡村，是在福岛县的沿海岸。大家知道福岛县，就想到2011年311大地震，福岛核灾。那这间教会就是离当地非常的近。那这间教会跟我们分享，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前，这间教会的人数大概是70个左右。乡村70个已经是非常大了，因为平均10个人。但是他们说，在福岛核灾之后，现在是200多人。那还有不同的堂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他们分享，
神在311大地震的时候，给他们带来转变，有这样子的复兴。我们想到灾难，都会想到是负面的。神啊，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灾难？那末日要来了。但是我们又听过，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灾难发生的时候，311的时候，很多日本人开始想，我们从小拜的那些神神道教、佛教的那些神到底在哪里？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打开了。那这间教会，因为刚刚说到他们在福岛的沿岸，就是核灾爆发非常近的地方，所以必须去撤离。不只是他们，也有附近其他的居民要一起撤离。那他们撤离的路线就像是右边这张图片一样，本来是往福岛的内陆红色的箭头撤离，那后来往上一点，最后又到绿色的箭头到东京的近郊，最后回到福岛，但是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家乡，因为已经被污染了。但是那个牧师跟我们分享，整个路途700公里的避难的路线，每天都不知道隔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神就像是今天这个经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当中行走一样，用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的方式，不同的冥冥之中感受到神带领各种的资源给他们，让他们在患难当中从来都不缺乏。像是他们在东京近郊的时候，突然收到来自冲绳县的物资，用不同的方式，神供应他们的需要。那当这间教会还有附近的居民一起在避难的时候，教会也分享了福音给附近的居民。那附近的居民听见了也相信神。那一起敬拜神，一起读经祷告，是他们每天做的事情。那真的让我们看见，尤其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前一个礼拜才看到这么多的需要，但是后一个礼拜却看见神他从来没有撇下日本人。那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在2011年，10几年前也一样有这样子的见证，带领的日本人在灾难当中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供应。他依然是与日本人同在，他依然是爱当地的人。那我们宣教士，我们教会工作者，只是在当中与神一起同工，看见神如何带领，而不是让我们做到死这样子的感觉。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多神的这些故事，神的工作，让我们看见神他做了什么，来帮助我们，不是对焦在眼前的我们遇见的困难，而是看见神对我们的计划、使命以及他的工作，这样来帮助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应许。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是，整个圣经从神他创造世界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甚至到现在都还在发生他对全人类最终极的计划。那2段经文非常著名的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以及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这边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圣灵将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并且耶稣也再一次跟他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他应许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2段经文最著名，但是并不是只是跟我们说我们要去，而是他也应许了他的福音将会传到地极，那他也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当我看到10年前对宣教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时候，我看到这2段经文，总是会觉得好遥远，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个理想，要怎么实践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在这10年，即便是亲自去日本之前，参加宣教祷告会，在为宣教事工来祷告的时候，我发现这2段经文慢慢的不再离我这么的遥远，慢慢的我知道说有一天
并且相信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是会成真，并且是更多的信心，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他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如实的做到。那我们真的需要神赐给我们他的眼光，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到眼前的困难或者世界上面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总是会看见到底要做多少，到底要怎么办，而不是看见这一位神。虽然他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他用我们即便看不见摸不到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仍然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那我以前也是那样子无知的探子，觉得到底要怎么做才做得到。但是如今当我越来越参加宣教，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就看见神的国度越来越靠近。很多人也问我说，要去日本我知道，但是日本信徒比例很低，我知道不到1%，但是台湾也只有5%，那你为什么要去呢？台湾也有很多需要啊。但是我看见的是，台湾有像我一样的人想要出去，不管是去日本，去哪些国家。但是我们台湾同时也接收到很多来自世界上不同各国的国家的人，愿意为台湾一生摆上，一生的付出。你可能不认识，你第一次听到宣教的话，那你一定也听过马偕、马雅各，他们为台湾人建立了多少的医疗的系统，拔了多少颗牙齿看了多少的病，一生奉献给台湾。我自己也是马偕医院出生，那甚至是今年刚去世的彭蒙惠彭老师，也是创立了这个整个广播系统，那也是我这一代或是到可能40几岁那一代，都是从小读的那个他们的空中英语教室这些英文长大的。那对台湾人的贡献这么多，甚至他去世离开的时候，他全部的所有也是献给台湾的人民。这些更多我们没有听过名字的宣教士，也是一生为台湾奉献摆上。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台湾有人出去，但是我们也同时接收了各国的不同的宣教士。神用不同的方式来调度万有，让我们不论你是愿意去前线宣教，不论你是愿意在后面祷告支持，都是一样的重要，让我们都能够参与在神刚刚说对全人类最大的这个计划当中。参与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兼顾了越来越对神有信心，越来越对神有这个应许的盼望，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因为神校准了我们的看的事情的角度去面对对着神来看。那就像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当以色列人12个探子他们看到那些民族又高又大，但是对比了神的大能，就能够得胜。大卫迎战歌利亚，也是用大卫的信心，相信神的大能与他同在来得胜。那当我们相信神的同在，深知到这位神，他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相信他的应许，他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哪怕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更多的相信他的话语，在圣经当中一定会实践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那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信心来赢得胜利，赢得眼前困难的胜利。当我们凭着信心跟神同工的时候，就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些我们觉得是不可能会成就的事情。就像是刚刚一开始说到日本，不相信，可能不觉得会有任何的人来查经，但是就是这么多的人来。那其中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查到以佛所书空中属灵气的征战，那当下有一个日本的姐妹说她不相信，我们说没关系，我们为你祷告。但是在隔一周，她却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回应说，当天晚上神用梦在梦中跟她说话。虽然她形容那个梦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触，但是她自己因为这样子的经历，完全生命反转，相信了神。那在当下身边有其他不认识神的日本人，也听到她的见证。她在离开我们的那个机构之后，她依然去教会聚会，也在去年受洗。那真的是透过这一个一个故事当中，
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看见眼前的困难。那让我们慢慢的从可能是没有信心的探子，变成蛮有信心的探子，就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那看见他有我们所看见的，经历他有我们所经历的。现在的世上的福音需要仍然很大，日本的福音需要也很大，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这些工作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相信神比这一切都更大。阿们吗？然后他既然应许了福音将会传到地极，就一定会如实的做到。那他也呼召我们参与，不只是去不只是去前线，不只是去祷告，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你，都是在参加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个计划的见证人。那我也很高兴自己能够到前线去看见这些神的工作。那不只是自己看见这些生命的转变，而是把这些故事带回到台湾，带回到现在，跟大家分享。那不只是兼顾我自己的信心，也是帮助更多人认识他。那想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段经文，我字有点小，我就直接简述。那也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他们当时是第一次跟外族征战，是跟亚玛力人征战。那前一天，约书亚摩西跟约书亚说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隔天我们要跟亚玛力人征战。那摩西在当天，约书亚在征战的时候，他在后面的山上拿着神的杖，支持着为以色列人祷告，为约书亚祷告。当摩西举着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当摩西手酸了，垂手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于是摩西身边有2个人，叫做户尔和亚伦，他们帮了摩西，他们拿了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并且一个人举着摩西的手，一人一边，让摩西的手能够持续举着，直到日落，直到约书亚杀尽了亚玛力人的王和百姓。那也让以色列人在第一场战争得胜。他们也在书上面做纪念，做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分享呢？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宣教是有很多软弱的时候就像摩西的手，你可能一个人，你可以想象人性的困难的软弱。你可能举着手5分钟可以，10分钟可以，30分钟可以吗？可能就开始酸了。即便你不想要垂手，但是不知不觉就越来越往下。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历到这样子，不管是灵性、身心灵性上面的软弱。我之前在日本2年，在纽西兰2年，也经历到很多时候，不管是身体上有病痛，或是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主啊，你到底在哪里？或是当我发代祷信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回复，我就会觉得，真的有人在为我祷告吗？到底该怎么办？面对眼前的这样子的困难。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摩西在遇到困难，亚伦和户尔旁边的支持的时候，让摩西的手才能够继续举得下去。那亚伦是大祭司，那就对比了现在的教会。那户尔在圣经当中比较没有像约书亚、摩西、亚伦这么常提到，但是他也是非常重要，在这场战争当中是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户尔存在的话，就只有亚伦扶着摩西的一只手，他们也没办法得胜，所以要一边都站着一个人。那如果亚伦是教会，那户尔就是弟兄姐妹，这2边的支持都需要，并且是持续性的支持，才能够让宣教工作持续的下去。不管是在前线服侍、背后支持，都是一样重要。就像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30章说，不论是上阵的或是看管兵器的，都是一样重要。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也想跟大家说我现在是预备要到日本去宣教，很代表了台湾，或是代表了卫理公会，但是真的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
的支持，不论是代祷，不论是奉献，不论什么样的方式，都是缺一不可。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持续性的支持，就能够帮助宣教士，并且我自己或是宣教工作持续的走下去。那你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会后来找我，或是等一下会说明一些支持的方式。你如果想要订阅代祷信的话，也可以把 email 你的名字填给教会或是给我。对，那愿我们不只是看到眼前的困难，而是看到困难之后，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得胜，因为他已经应许了，并且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即便现在的日本信主比例多低，但是有一天他们都会听见神的福音，他们会大大的被反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或是人性当中，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常常会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看见你那一路以来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怎么带领我们度过眼前的难关，也让我们更多的清楚知道，你既然说了，你既然应许了，就是会做到，因为你是那信实的神，你是那全知全能、掌握一切资源、供应一切需要的神，并且更重要的是，你是那爱我们的主。主，我们让今天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并且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生活、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多的相信你是依然是信实，依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事件当中、生命故事里面，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到你的同在与大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玉龙宣教士呢，透过他宣教的生命的这个经历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也看到了神呢透过一群的宣教士呢，在全世界委身在全世界呢宣教传福音，让神的爱呢改变这个世界，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成为神的孩子，享受神的爱与恩典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也谢谢玉龙宣教士他的分享，也谢谢所有愿意用他们自己的生命传福音的宣教士们。谢谢你们的委身，因为你们的委身呢，让更多的人见证神是信实、全知全能的神，而且我们只要信，神必会引领我们度过我们人生的高山低谷，让所有的人享受在神的爱中。谢谢你们的付出，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感动，你们可以用祷告、金钱来支持他们，成为他们的支持。OK， 谢谢。回应奉献礼，现在请会众起立，让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请大家翻到新灵粮诗选145首，耶稣之名至宝。Thank you.
恭敬的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也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了解、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今天摆上我的奉献时，我感谢你，是我能力在世上赚取金钱。我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你，包括我一切的财产和生命。我愿意将我收入的1/10及所超过的金额归给你，使神的家有粮用在圣工上。天父，也恳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有信心得以增强，更热忱地献身于你的事工。愿我们也能够和朋友、同事以及每天所接触的人分享福音。愿我们能够享受到世上美好的事物，以及天上荣耀的事物。求你丰盛地祝福我们，使我们免于饥饿困乏。祝福我们的后代，使他们的信心坚定、忠贞不二，配称地来接受您丰盛的祝福。也恳求你祝福这个国家，愿平安和繁荣能够普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愿你的事工从这里传播到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国人，求你感动各地的君王元首，使他们打开门户，欢迎那些传播你永恒真理的传教士。愿你的事工在伟大的中华民国领土上发展茁壮。神啊，我们永恒的父，我们以我们对您的敬爱，以完全的献身，以你的事工上来回报你的恩典，求你悦纳我们。我们以上是虔诚的祈求，是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请坐。站立。请坐。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他在楼上，宜秀，欢迎你，永远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希望你常常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问安差遣，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为了大家的健康，大家彼此问安的时候呢，我们拱手不握手。那我们先在座位上呢，先唱一遍，然后第二次大家再站起来彼此问安。
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事工与肢体。本教堂呢，教育部门为了鼓励会友们能够完成年度的读经进度哦，在本周表扬这期达成目标的兄弟姐妹们。以下是达标的会友，请到台前来：爱珠姐、芬华、启芳、静心、建莹、如君、子莹、淑瑜、淑英、玉华、黎华、嘉贤、玉贤、美满。我们恭喜以上的会友，他们非常认真，都有达标。也请我们的茂林执事来为我们颁发奖品，所以这下面的人都要上来。对，上面有您的名字的都要上来哦，你们很认真的。OK。是这几位是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的茂林执事特别邀请，就是大家能够参与读经的进度。那感谢主，这几位他们不但自己有读经的，也有记录，而且他们也有组成读经小组的这个小组。那感谢上帝，让他们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年底的时候，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表扬。那当然不是说好像其他没有来就是交报告的人就是没有读经，并不是这样啊，而是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记录能够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证明，那也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读经的心志跟心愿。那所以即使我们没有拿出来给大家看到，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常常来读上帝的话啊。所以也许你自己可能自己有自己的进度或是自己的安排，但是没有问题。让我们可以在来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参与，那么我们继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如果不愿意让大家公开看到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在私底下默默的，我们就来读经。那当然这几位很多也是上来，他们说他们本来不想上来啊，但是这个因为茂林执事强烈的这个提醒。希望这个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一个心智啊，所以我们就特别来为他们来颁这些的读经的进度的奖项。好，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来哈，那或是还没有办法来到上面，因为有的在忙其他的服事，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茂林执事哈来为这几位来颁发他们的读经奖啊。好，那我们就从这边。这是我们的启芳兄哈，好，还有我们的爱珠姐，好，我们的子云姐哈，好，芬华，好，我们家师母。对，内举不避亲。好，还有我们的逸贤哈。好，如君姐。好，我们的建英姐哈。好，还有我们的淑英姐。好，迪法。好，还有嘉贤。好，我们这几位里面不乏也有小组长哈，所以小组长带头来带大家来读经，这是最好的。好，所以期待我们不单是只有这些弟兄姐妹来读，我们期待教会里面把读经成为是我们的日常，每一天把上帝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里，愿上帝的祝福。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他们，让他们的努力可以被看见哈。好，谢谢，请回座哈。好，那牧师稍微做一点补充，就是刚刚我们有听到玉荣宣教士的一些的资讯，还有他所带来的这样的信息。那感谢上帝，我们卫理公会应该是一个传福音跟一个
能够有积极宣教的教会。那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有本产的自己的宣教士，而且要到日本去。那期待弟兄姐妹也多为我们的准宣教士祷告，因为他还有一些课程正在练习当中。那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有就是愿意能够了解他的一些近况，或是接受代祷信的话，我们办公室这边也会有这个联络方式，那或者是等一下来跟我们的宣教士做这样的一个 LINE 的联系。那如果有奉献的话，也请就是指明为我们的宣教士做奉献。那目前我们会直接就是汇到总会去，然后让总会的宣教差传委员会来做这个部分的安排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关心宣教士们的一些的事工。那我们当中也有韩籍的宣教士他们在我们的台湾也长期的服侍，他也默默的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不论哪一个国家，不论哪个地方来的人，都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聚会当然我也希望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的人当中，或者是我们能够有这样心智的人，我们也可以被激励。那不论是你以后要念神学院，或者是你以后也想要参与宣教工作，期待我们都能够一起在上帝的国的事工当中来尽心尽忠心摆上。上帝祝福，让我们的卫理公会回归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一个爱唱诗的教会。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明年2025年我们60周年能够更加的增长。以上，谢谢。因为我们教会的消息，本周主日为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时为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愿上帝祝福大家，准备新年的来到。本周主日呢，华语堂呢，我们感谢总会的玉龙宣教士呢前来本堂分享您的经验，也邀请兄弟姐妹们能够关心总会宣教的工作，并为宣教士及宣教的事工代祷奉献教会办公室呢，将在2025年的1月1号礼拜三，大家休假一天，请弟兄姐妹们，如果注意到，如果你们会堂这段时间休假的时间，你们如有急事的话，你们请拨打牧师的手机，或是用 LINE 通知联络。愿上帝也保守弟兄姐妹们在假期呢出入平安。执事会呢，将在2025年的1月4号这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六下午2点召开。我们敬邀所有的新旧任的执事同工一同出席来参加。卫理公会每年的第一个主日为立约礼拜在新的一年当中，重新跟上帝与众人有新的立约。我们2025年的1月5号上午礼拜天10点钟，教会将会安排立约。这时候呢，华语堂跟台语堂的将会联合起来做联合崇拜，也敬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同来参加礼拜，为新的一年献上祝福。教会2025年的年度目标为服侍众人，做主仆人。服侍众人，做主仆人。敬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在2025年呢，至少你要参与一项教会的服侍，并请为教会能够进入并请大家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南部的教区南宫布道所呢，向本堂呢募款购置电脑设备及课桌椅。弟兄姐妹们，若是您有感动，因为布道所来奉献，也请在奉献袋上注明为南宫布道所设备购置来奉献募款的时间至本周12月29号为止 ，OK。卫理神学院新一学期推广教育课程，由刘清贤牧师所带领的所上课的课程内容是比较宗教学，开始接受受理报名了上课的时间是在2月21号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20分。详细的情形，请大家来参阅我们的布告栏。教会呢，预备从明年3月起，每个礼拜六
早上9点半。明年3月起，每个礼拜六早上9点半开设立本门徒课程。欢迎您，如果曾经上过红本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参加。即日起呢，开始报名。我们这次报名费750元，是用来购置书籍的费用。这次的课程，立本门徒的课程，大概为期9个月。请曾经参加过红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报名参与。卫理公会总会呢，将会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及办公室的空间使用。邀请弟兄姐妹们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来捐款奉献，这个奉献是可以抵税的。也请为总会们因为有宣教大楼做更好的宣教使用来祷告。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实体的来参与礼拜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情来祷告。再来，我们来关心肢体的消息。寒冷的冬天呢，请大家能够注意保暖及天色的变化，也留意居家的环境及个人卫生，杜绝肠病毒、登革热传染蔓延。流感疫苗施打期间，如果弟兄姐妹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自身的一个防护，并为确诊者及弟兄姐妹们身体的治疗及复原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们、青年学子们准备期末考和完成报告来代祷。寒假将到了，也求主呢带领所有的学生们的作息，也祝福所有的同学们在假期当中能够跟家人、朋友有美好的互动。也为我们教会身体不舒服的兄弟姐妹们来代祷，请大家参阅周报。每次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请你们也为他们来代祷。请问牧师是否还有要补充的报告？没有 ，OK。会众请站立。3、1颂。弟兄姐妹，我们即将要结束2024年，让我们进入到2025年，充满祝福，充满希望。上帝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你的儿女们都蒙恩。让我们经过2024年，当我们经过这样的一年之后，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让我们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盼望、新的荣耀在我们的面前，带领我们进入美好的迦南之地，领受上帝各样丰富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业，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